这几年无需要爱空气干扰的自由畅水，真侪民众去耍，也发生真侪意外，但是目前无受法规的限制。民间团体今仔日就参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，希望这自由畅水同款爱改限制。这几年自由畅水比起需要排空气管的水器畅水，因为装备轻便，真侪人参与。但是目前法条虽然有规定水器畅水等等运动，业者爱投保责任保险，佫需要证照等等，但是目前自由畅水并无列入规范。我们有这样子的法律来有规范来保护各位的时候，其实说真的，在每一个人，不管是教练也好，或者是游客也好，其实，在我们大家开心的从事水域游憩活动，尤其是在自由潜水的这部分，其实，在我们有更完善的法规之后，对自由潜水也好，水肺潜水也好，更友善的潜水环境。今年5月份，体育界激联会共同发起人李桂宏参朋友，伫小琉球自由畅水所发生意外死亡。今年到今也有侪自由畅水发生意外的消息。除了自由畅水要列入规范以外，工会也帮加入条文，规定自由畅水要有类似导游的制度。导警就像是水下的导游，同时他也具备教练身份。他对于这个海底下的情况，不管是潮汐，或是说离岸流，或是各什么时候会发生，比如说涨退潮，什么时候会因为风向改变。我可以决定当机立断决定赶快上岸。预定在今年的8月15号，可能就会就我们公部门内的交通部啊，还有我们的法制单位，还有我们所属的7个海岸型的国家风景区啊，来召开很重要，我们也会找专家学者，我们来共同讨论。交通部表示，若公部门通研自共识，伫参工会等等单位讨论了后，估计年底就通修法完成。另外，针对现主时也有侪业者违法，也无投保的部分，也讲会加强稽查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